俗语讲了好。各位亲爱的全国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人啊，甲动物之间呢，有当时少着甲动物的在个过程当中，和主人啊，甲这个宠物在这个佚佗的当中啊，建立了互相的感情。所以咱特别举办一年一度这个宠物在个大赛，报名非常的多，哇！全国差不多报55,000外组来比赛。哇！今咱经过这筛选了呢，最后5名来到现场来比赛，卡上得到最后的冠军。啊，我是大会主持人。那分数呢，咱来邀请了两位，因讲是权威，嘛因讲唔是权威。嘛因讲哈，来，第一位是这个林祖吟老师，欢迎你。感谢。第二位是这个林宗兴老师，大家好。是，咱来欢迎第一位参赛者邓安祖先生。哎呦，别人饲宠物拢是饲迄个狗啊、无的猫啊，对，你这只是迄个兔啊，是啥物？迄个环气天竺鼠，环气。嘿，那伊所表现在个是，伊吼有时咱要出去外口，啊，到底是买还是阮查某囝发明的，安尼，大人囡仔拢卖阮，Coco 来决定。哎呦，这款代志，有啊，这是特殊在个哦。对啊，安尼大家拢免冤家。所以伊要讲话，伊袂晓讲话，毋过伊会抽人签卜啥歌，伊会去抽签。想讲，咱今仔来遮比赛，今日敢会赢？一个 A， 一个 A， 一个 B 对。咱即摆吼，甲纸放喺顶头。Coco 慢车，莫赶紧吼。咱即摆用这红菜头。一边拢3粒，想袂到伊的名，甲一个红歌星的名共款。好来，Coco， 这个比赛敢会赢？来，请你指示一下，来，去，开始。哎呦，一丢毒。哎呦，你先食迄粒。搁咧想，伊搁咧想，感应。来，我拼掉。拼掉，好来。哎呦，哎呀！听我，会赢哦，伊讲会赢哦。哎呀！世界杯卡球的比赛，才叫伊来教看嘛。对啊，阮有时拄的代志拢请伊出来安尼。哇！啊，趣味啦。哟，会准无？伊若欢喜就会准。哎呦！啊，若无欢喜就头安尼吼，顿顶地想者，啊，想讲安尼莫算啊，可能就无法度啊，袂准安尼嘿。所以今仔日是讲伊有赢吼。对。哎呦！我看是。你有看到吼？采访看到吼，有哈。哦，安尼我会再参考一下哦。是。感谢这个下电杜先生，继续咱来安排第2位参赛者雅出场。嘿，哇！大家好，主持人你好。你好。伊的名叫做。伊的名叫做英文的 sing， 唱歌。是 sing SING sing。SING。你要表演的在个是？伊要表演拜托甲吉奖，吼 ，Give me 5，嘿。哇！拜托，Give me 5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好，先来，拜托。等 ，Give me 5。Good boy！哇，赞！这冰箱搞啊！各节就好，来弄2块啊！好，你弄2块啊！先等哦，等，圈，Good boy！你有看到无？无，我一遍咯。我看。哎，好，先等，圈，Good boy！你看，我用伊2块啊。一点也手来对。你看，一定弄我，圈，弄也手啦。对，好 ，OK。哟，哎呦，啪，哇！哎
来，平时下讲平一下哈。哇，这只信伊的气质足好的呢，有而且够识到过。平时有咧练吼，嘿，我逐工拢甲伊讲足久的话，哦，你讲我就好诶。真正是足巧的，是，表演非常精彩，感谢。这比一个厉害哈。来，第3位来林彦君小姐，请出场。哇！来了！嗨，我知你你伫初赛时，即个叫 Pony 嘛，嘿，Pony，是。啊，今仔有啥物特殊的才艺要来表演吗？伊会晓坐咧压手，这足简单的。压手，啊，佫会晓拍的，biang，计是安尼。那迄就咱就定咧看综艺节目咧，biang 啊会变起来。嘿，来，这个请。我试看卖讲台语会使袂哈？讲台语。坐咧，压手，坐咧。阿手 ，no，again，坐咧，阿手，换手，拍咧 ，no， 拍咧 ，bang， 你讲台语呢？再讲一届，坐咧，唔是啦，袂啦，坐咧，阿手，拍咧 ，bang，OK，佫有一项伊足够跳的，来。欢迎，来等咯，来咯，嘿，哦，较悬的，搁一届。你第一要试较悬的。嘿对，然后跳灰裤，爱伊跳这，好来，欢迎，来等咯，来。伤悬啊！伤悬，有咩找楼梯？卡伤短。OK。哦，过去。而且你袂感觉Pony交验棍真正生了佮淡薄性咧吼，足高水的呢。你讲伊人卡咧嘛？无啦，就是规个感觉啦，系啊，哇，真正谢谢了，谢谢，感谢哇！分数应该有那不离啊悬啦吼，但是一个比一个更加厉害，所以去第4位咱来欢迎江宏文甲伊的跳舞者出场。哎，哇！哇，别人带一只，你这个带3只哦，3只要安怎表演我都唔知啊。其实伫咧阮兜吼，阮兜上重视的是这个礼貌啦。哦，所以我今日就是今日有一项表演，就是这项表演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礼貌。哎呦 ，international。是，但是嘛拢免用讲的。安尼？拢免用讲的啊，但是这最后一个答案我会甲碰过报告。哦，好，来。最好好啊！我都有看欧英有说的，真头一摆就有说的，是这国际礼仪。就乖呢。伊可能是感觉伊的下班时间应该到。啊，对，是，我跟你讲，要真爱控制。啊，对了，这里精彩的表演哦！哇，这个老师唔知什么意见无哈？我感觉这伊的主人拢无讲话啦，爱互三只做伙共时阵会当安尼有礼貌，我感觉已经是袂歹啊。是，我其实我拄仔讲吼，有一个最后一个秘密是安尼啦，我是要训练伊的这个视力啦。哦，视力。啊，这跟我今日今天衫有真重要的关系啦。你看顶面写英文 ，Who's your daddy？ 像是恁老爸啦。哇！你要互伊看这。看好清楚啊！了解，谢谢，感谢。袂歹，好来。像是恁老爸。来第5位参赛者，欢迎阿万出场。来啊！哇！喂！啊，请问阿文先生，你今仔甲你这跳舞要表演的是？哦，伊会使做者，会晓做者物件，基本的坐落来啊，换手啊，甲。啊，这种看过啊。这种看过啊，不过伊上特别是因为伊手都底有弯啊无弯。你表演啦！哎呦，袂歹呢！不是，即摆啊，因为骹足底，啊手足高水的。来你看，来啊，阿布，坐下，阿啥？
哦，你看这地，你看这地，换啥？哎，就够这样。阿姨来，一直换，来换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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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伊感觉你就无聊，上厉害的是吼，我球弹出去，伊会再扣等啊，放伫我的手顶管。哎呦，这很简单的代志，嘿嘿，哎，无伊可以讲谢谢，恭喜谢。放你的手的，放我手里，好来，去。来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来，啊不来，球球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球球来，球球来，积极一点，来，谢谢。哎，是，好，来，去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球球来，球球积极一点，动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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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照起来，照起来。动起来，一些草编了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积极一点，头壳上骨了，拍谁？头壳较骨啦。 That's good，好，好，感谢，哇，表演非常的精彩。啊不来。好啦，来两位评审嘛，咧最后宣布成绩吼啊，看卖你今日冠军是什么人哈？来，这是要安怎评？我大家拢做好的呢。啊来，来，你分数我看一下，我来知哈。来，啊，今仔日咱经过5组这个比赛了，最后咱这今年啊，这个宠物在嘅大赛冠军是林彦君小姐。 好，经过这个裁判，这个评审嘛，有另外有奖品，就有奖，就是最佳造型奖。最佳造型奖得奖的人是请宣布。娜娜小姐，娜小姐，嘿，来，恭喜你！好来，这请这到请啥冠军？哎，恭喜！信，这是你的奖。是，感谢，是，还有最后一个奖啊，这是特别奖，这奖要得就无简单，这个奖叫做最不受控制的奖。来，请问得奖人是？ 江宏恩，来这颁奖好了，谢谢，欢迎来大家。是。好啦，今天比赛来主要唔是讲话啲无受控制奖，唔是讲甲人嘅关系，可能来这状况面来形容呢，可能场地嘅因素先啦吼。第一句叫做早寒到唔知热，第二句叫做到醉先盘。好来，叫两句小句嚟下。 来，各位赞成第一句，请举手。好，来2票哪了？3票。好，恁赞成第一句，好来。严君啊，甲恁两个是赞成第二句。第二句。好，到底伫这情形之下，对一句才算对哈？来，老师请解答。第一句吼，早寒到唔知热，这句是为应该较我客语方面，咱台语是讲迄个。 寒到唔知热受，哦，寒到唔知热受，就讲天气足寒，咱会穿足侪衫。是。啊，有时咱去外口足寒，我今日到内底，咱有开迄个小气，啊，到内底到应该把迄领衫烫掉，毋过一直穿落拢唔知影烫，就是咱唔知影变通啦，就是真有够食滋味吼，袂变，唔知变通。唔知变。啊，若够煎煎盘吼，人个物件煎好势吼，拢芳走去啊，到来遐煎的，敢有效？ 无效，看有食无，简单嘅，亲像不做庆油烟呐。所以若讲照安尼无受控制是应该主人唔知影变通，所以应该是啥？早寒到唔知热。哦，好来，无论安怎拢有着两句的意思啊。吼，来拍